15岁的女孩，她减肥，她不吃东西。基础病是个神经性厌食症的。哎，身高体重24.8。天哪，可太瘦了，现在可能还有一点水肿，实际上可能还没那么重。他最胖的时候就是在学6年级的时候啊，有个140的样子。上了初中之后，他一直就是跟我们讲，他吃东西就不要放油，一点点油都不要放，然后就不怎么吃自己吃。后面就慢慢的就完全不做事。然后问他为什么不来，他就不跟我们讲。后面就跟同学啊，然后老师这样子了解，就是说他暗恋某一个男孩子。那这个男孩子特别喜欢那个他瘦的一个女孩子。然后就强制他吃，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他不愿意吃东西东藏一头西藏一头，藏在口袋里面或者什么地方他都会有。经过多个学科的一个会诊，小林就是因为长期的一个营养不良，导致了多个器官的损伤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大脑的一个损伤。能不能醒还是个问题。厌食症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问题，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。他不能想法就是我想喝，但是呢我又不能跟他吃东西，在他的市场里面他就觉得那样子是很美。他爸爸也在网上找了些厌食症一些图片嘛，给他看，他说你看多美嘛。第二天开始我不得厌食症，他说爸爸你会说我不会得厌食症的。